好笑，我头壳顶。真好。嗯，所以你的生日刚好是88节。对啊，所以我一向我都不喜欢买蛋糕，好烦哦。那是真的。对啊，这样也好啦，才不会想吃，放弃。啊，叫你泡茶泡较紧，我嘛要啉。没问题。我们要喝好茶。早茶。你在找茬？跟那里嘛开心。你们有换位置吗？啊？你有换位置吗？没有哎、同一个位置。还是同一个位置。あれき。こんばんは。哦，歹势啊！我哦，我10点半要做礼拜。李姐平安。哎，无事。对啦，10点半开始啦。网路啦。网路啦，网络啦，伫网络伫迄电脑啦。今来这礼拜。台湾到底来做礼拜啦？台湾啦。这伊伫台湾啦。哎。你伫台湾啦？我讲你伫。早。咱两个快走去遐。啊，伊讲叫你来接啦，我这是讲叫你参加啦。你有看我甲电脑 set up 好势无？我有看到你，我是想要来甲遐用2台看卖，看会当用几台咧？哦。迄台会当按嘛，对吼。对。我讲你我来甲按看卖，我甲我即个只个甲开起来，我会只个声。2台要往是会使，就是讲另外1台爱别人控制啊。我就无法度控制就对啊。你去伫遐？嘿啊。我袂晓。就是讲你愈侪 device， 我就无法度控制安尼啊。无，我是即摆伫下骹，我会当看即边遮个即台声，我即摆坐伫下骹嘛，这好啦。会开大音是 OK 啦，就是讲一定爱有一寡斗相共的人啦。对啦。对啦。招无输牛。对啦。走去倒位去听？啊，输赢起来啊！对啊，对啊。David 超工要去教会遐，敢有啥物特别的用意？敢有？我今仔我若要摕，我若要摕一寡找 statement 啊，我要摕去互迄个会计师啦。哦，你毋是超工要去遐做礼拜，甲阮请哦。一半一半啦。啊，你走啥物解？你走啥物解去？我明年以后要食啥？伊两个要等下去边仔那个啊，picnic。无啊，你去礼拜爱走遐边遐甲阮请。我是讲你的蛋糕，我昨的蛋糕对。看礼拜堂佫真水吼，是咩？安尼看礼拜堂真好看。伊要去水啦。朱青走去倒位啊？朱青。泡茶。哦，泡茶啦。泡茶咯。等下咱杯仔拢爱伸出来。弄泡杯啊！对啊，不要你家。隔空抓茶。这拍的嘞。哎，张，甲我做啥物？较特别的。昨较什么特别的？
种花，无输过以前通去啊。先你去买一寡足 colourful 的花，安尼哦。要甲种落去，哦。互我的菜园仔较水咧。哦。你敢会当听到我的声？我去做，互你做工啊。有人做一工会使看过6工，无要紧。哦，OK。伊咧问讲有啥无？迄个文理姐，我无顺着，你搁讲一摆，来去讲，请你搁讲一摆。你敢会当听到我的声？ Yeah，yes，好，OK，多谢。来，咱来开始今仔日的。好，等一下哦，我先那个 open share 一下哦，稍等哦。来，咱做伙来祈祷，三角祈祷，有听到吼？ Yes。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搁互阮今仔日会当伫你的面前，虽然伫无共款的所在，伫逐个的家庭，总是阮的心合意，伫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是啊，虽然阮的人无多，总是阮的心真热，爱要到伫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帮助，互即个歹的代志紧紧过去，阮会当到伫你的面前，到伫你的圣殿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求你甲阮三角集的，阮知影即摆的流行病完全是魔鬼的计谋，要互上帝的囝儿甲被上帝所怨，甚至离开上帝，好人万权能的上帝。主啊，求你牵阮的手，毋通互阮摇煞，阮的信心失去还是减少，用即个陷害反转，成做阮坚固信心的机会。主啊，阮倚靠你，因为阮倚靠你。上帝啊，求你可怜为着生活、为着病痛咧痛苦的人，早一日救因脱离迄个痛苦的交界，互因会当早一日恢复因快乐的心。夜头夜目看你的目睭，看见你永远无离开你的囝儿，牵因的手。可能有人因为现在的情形，直到心灵袂安定，精神上袂平安，伊所发出的扰乱波动，来摄因内底的 frustration。点彩，求你用你的手来帮助你，安静因的心。将大家靠你快快乐乐来过日子，无论怎样，风影偌大，总是主啊！你若甲阮伫地，阮知你会平静风影。你要阮行伫，就是阮行伫个风爱的电，你嘛会牵阮的手，你我知确实在，你果然是上帝的囝，为着阮的家。阮是要活靠你，爱赢一切的灾害，啊！阮的敬拜，求你甲阮三角伫地，互各个还是听的，拢会当得到大的利益，得到大的鼓励。求你甲阮三角伫地，阮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签走。听到前奏呢？无听到吗？无。好，等者我去用一摆，是咧。我有用呢。我有听到。OK， 应该是有我对。啦，我嘛有听。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救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伊今时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请咱来念圣诗115首，圣诗115首。第11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我心仰望十字宝架。咱来读课英文，课英文第6篇诗篇请咱来信用告白。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即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表列吉乌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当，罪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咱来献开课英文，课英文第6篇诗篇23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水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
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排泄烟霞，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咱来圣经马太福音14章20到33节。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伊随时逼学生上船，大声过去迄边，听候伊四散众人。四散众人了后，就家己上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迄时，船伫海中，互影摇掣，因为对头风，暝是死去。耶稣对海面行，就困我学生看见伊伫海面就生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嗷叫。耶稣念边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因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里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特要沉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心的人啊，啥事要伊？”因上船，风就停。船内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即卖用马太福音14章22节。事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渡过对岸，对他遣散群众。群众散了以后，他独自一人上山祷告，到晚上还留在那里。那时候船离岸已经远了，遇着逆风，在波浪上颠簸。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湖上朝着风，在波浪上颠簸。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湖上朝着门徒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湖面上走，非常惊吓，说是鬼，他们都害怕地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在水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上朝着耶稣走过去。但是他一看到风速猛烈，心里害怕，开始往下沉，就喊叫：“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说：“你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疑惑了？”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门徒向他下拜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好来，这条咱要请李牧师来甲咱做祈祷讲道，伊的对话是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好，来，咱即马来做伙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兄弟姊妹会通搁一摆组织，透过网络来敬拜，来学了你。阮恳求主你的保守，甲阮所有的人三甲伫地。无论阮伫倒落，拢有主你教育的恩典。
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地。特别为着遮济伫第一线咧帮助人提供人需要的，无论是咧上班还是咧做生意卖物件、做餐饮的，特别是阮为着这第一线咧照顾人伫病院内底，毋但是伫 ICU， 特别是伫咧 COVID unit 内底遮的医护人员来祈祷，祝你的稳定甲面善咁伫地。阮最近有看见一寡数字显示遮的医护人员着病的人数伫增加的中间阮真正需要注意的稳定来降落伫即个世上，特别是甲因三甲弟弟特别阮济破病的人需要因来照顾伫因的照顾下面会通恢复健康。祝阮为着所面对即个真大的艰难来献上祈祷你帮助科学家来研究这疫苗会通帮助世间的人来抵抗即个病疫阮会通度过即个难关阮也求助你的稳定，甲阮所有兄弟姊妹特别阮为着周牧师因祈祷。伫咧搬厝整理的中间，有拄着一寡突发的状况祝你来甲面三甲比地。为着你表演牧师因搬山位即马渐渐在适应求助你的稳定，继续甲面三甲比地，也互因伫生活中间，逐日拢谈着祝你的稳定满满。阮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拢献上祈祷也为着阮中间。点知有人心灵的压力有人伫工作顶悬的压力，济方面，阮拢需要注意的稳定。阮会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今日这段的经文，我想咱拢认识，就是耶稣伫即个暗暝的中间行伫水面上啦吼。伫圣经福音书中间记载有2件代志，甲即个暗示也是讲加利利海的风影有关系。这是其中一个，2个记载有无啥共款的所在。即个是较特别，是耶稣行伫水面顶悬，而且当时是风影真透的时阵，耶稣行伫水面上。咱捌用上帝囝来甲兄弟姊妹来分享，迄个时阵，咱会焦点放伫讲，咱每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安尼会通得到稳定，成做上帝的囝。今仔日小可摕着即个角度吼，但是今仔日较重要是要来看见今仔日经文第上落尾节33节。门徒伫遐耶稣跪拜的时阵所讲迄句话。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马太福音拢总几章，拢总28章啦吼。伫后壁的几章咧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了后所拄着遮个代志。你若讲用章数来讲，14章差不多拄好一半吼。拄好一半啦，咱用约的啦吼，大概是门徒对耶稣对1冬半的时间啦。咱来想看卖这因对逐工对耶稣对到一半的时阵，才忽然间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因敢真正毋知影耶稣是上帝的囝吗？这是咱要思考的问题吼。那因咧告别即个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的进前，因掠耶稣是啥物人？其实毋是干那即个时阵尔定，咱会记即伫圣经的记载中间，耶稣上落尾要搁一摆进入，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进前，带门徒去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阵，甲因问讲：恁讲我是几岁？迄叫上落尾啊！但是门徒好哪亲像嘛无啥知影，因安尼讲，人讲你是洗礼约翰，那安尼吼。好哪亲像因嘛毋知影耶稣到底是啥物款的心。有几样代志，咱要来做伙来思考、来分享的。
上帝的囝，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咧告别耶稣的身份。即句信仰告别内底，咱有几个代志足重要，咱爱去思考。第一个是讲，伫即个告别进前，到底耶稣的门徒认为耶稣是啥物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毋是唯一的一摆，拄则牧师已经有小可提着，就是伫迄个该萨利亚腓立比的所在，迄是第二摆，因还佫搞不清楚啦吼。对军队耶稣到军队一半，到上落尾要进入耶路撒冷，为什么会安尼啦吼？所以咱来思考啦吼。第三，伫什么款的情形的下面，因做即种的信仰告别？伫什么款的情形？伫今仔日的记载甲伫另外一段吼，伫马太福音较后壁即个所在，最后上帝囝到底为什么遮尔重要？对即个圣经的记载中间，咱有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的记载，看见着耶稣有足侪代志通去讲啦吼。耶稣传福音、赶鬼、医病了，伊赶紧逼学生上船离开先行。然后当大家拢离开了后，伊才上山祈祷。这是耶稣常常做的代志，就是伊要面对一个真重要的代志的时阵，伊会上山祈祷。然后咱看见讲，因拄着大风影。当然，这大风影有地理上的了解，也有信仰角度的了解。然后耶稣伊伫迄个大风影的中间行伫水面，这拢是足侪无共款的点。然后彼得讲迄句话讲：主啊，若是你我嘛要行伫水面啊。耶稣有问伊这嘛是搁另外一个角度。伫这中间，其实告别耶稣是上帝的囝，甲信心是绝对有直接的关系啦。所以咱今日要对这几个点来思考。当然，伫要告别耶稣是上帝的囝，这个进程原则上，因认为耶稣就是一个人所以咱来思考是讲，人主耶稣伫福音书内底的角度到底是啥物？伫福音书内底拢总出现这个人主的次数，马太福音有30摆，马可福音有14摆，路加福音这个是无改定是25摆，约翰福音12摆。这是耶稣自称讲人主，伊本身是对玛利亚出世，这个人主。这个人主的目的是要创啥？其实人主的目的，耶稣安尼自称是要爱互门徒知影，伊为着人的罪、人的需要，降生成做人，然后去体贴人的软弱，来代替人的罪，然后用人的方式，将这个罪伫罗马时代，这个罪上重的刑，就是钉伫十字架顶悬。伫遐公开互看，然后伫遐死亡，迄是上重的罪，来安尼举起所有的人的十字架，这是人主耶稣的一个自称，也是讲迄个宣告，也是讲伫信仰顶悬的意义。伫圣经拢总出现的次数，拢总出现的次数是遮尔济摆，你像马太福音有30摆对。马可福音14摆，路加福音25摆，约翰12摆。但是约翰有当时无用人主，嘛有讲到耶稣迄个成做人的身份。连伊咱会阁去进一步来讲啦另外一个角度，因甲耶稣当作人，毋是上帝的身份。搁另外一个原因是，咱若对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对第1节，咱知影讲有足侪人决志要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第1节开始，就拄久去因为遐写家谱，家谱就是咧讲着耶稣是甚物人的囝，甚物人的囝，甚物人是甚物人的囝，拢迄记载的人，拢记载人，记载到倒位？
上界尾啊，以马太福音的角度记载到倒位？甲阿伯拉罕两点，甲阿伯拉罕两点。牧师伫即个段落无讲到路加福音第3章的家谱，因为第3章的家谱到落尾是讲上帝的囝，阿公是上帝的囝。你若甲路加福音中拢总摕走，耶稣就是上帝的囝。这是无共款，所以牧师今仔无用路加福音的家谱伫即个所在来讲。那对人子耶稣的角度，约翰福音的神学是啥物货？是道成肉身的神学。约翰福音第1章内底，咱看真济，伊安尼讲啊，但是你注意甲看吼，道成肉身咧本身咧表达迄个耶稣人的身份，嘛咧表达耶稣上帝的位格吼。道是讲上帝，成肉身是一个是一个人子耶稣的角度吼。所以虽然约翰福音无介济人子即2字，但是伫伊咧表达的中间，也有咧讲到上帝安怎成做人的身份，伫即个世界的所在，要来体会人的软弱，要安怎来替人来担人的罪，等等遮的。伫约翰福音讲真济，特别是咧讲到三一上帝的概念，伫约翰福音讲介济啊，介少。再来呢？对犹太教的角度来看，犹太教的领袖基本上无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所以因好人当耶稣接受大祭司的审问的时阵，伊安尼甲问啦吼，讲你甲你讲你是上帝的囝，耶稣却无甲回答，一句也无讲。大祭司佫会甲伊问讲，你敢是迄个称做通俄勒的囝基督，敢毋是吗？咱会当对马可福音14章。61节这个毋是咧甲讲肯定句啊吼，咱看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伊咧怀疑，伊是安怎会甲耶稣掠去审问，就是因为无认为伊是上帝的囝，无认为伊是基督。伊讲你是自称的，敢是安尼吼？敢是安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伫犹太教，伊感觉讲，耶稣。讲伊是基督，基督哪有可能生伫迄个遮细的城市，佫是做目像的？哪有可能？所以对因来讲，因感觉无可能。因有人安尼甲告讲伊安尼违背上帝啦，伊自称是王啦，伊佫自称是基督啦，所以因伫迄个所在来对伊质疑。另外一个，济人拢叫耶稣啥物货？叫做先生啦，有人讲伊是先知，有人讲伊是老师，日本人咧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安尼吼。咱若对马太福音第16章，我拄则已经甲咱提过，耶稣带学生去到伫迄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的时阵，就问门徒讲恁讲人讲我是啥物人啦人讲我是啥物人人就讲。有人讲你是洗礼约翰啦，有人讲你是以利亚啦有人讲你是亚利米啦有人讲你是迄个先知中间的一个啦。所以伫学生伊本身来讲，伊嘛无介确定讲，到底我所跟对即个耶稣先生夫子到底是甚物身份？因讲袂定啦，因嘛无介清楚啦，都人拢安尼讲啦再来咧，你看彼得伫今仔日个经文的中间，马太福音14章29节到30节，伊咧要求耶稣讲：主啊，若是你，互我嘛行伫水面。耶稣讲：你嘛来。彼得就对船顶行落去，伫水面顶悬行。上大个问题，今仔日拄开始是牧师咧讲，今仔日迄个信仰的个别上大的焦点是信心啊。咱来想看卖啊，耶稣甲你讲，你做你来，伊互你跋倒吗？今仔日彼得进入水内底，毋是耶稣甲害。咱注意看第30节，只因见风甚大。你注意甲看，
当彼得伫头前讲主啊，若是你，我嘛要行入水面的时阵，耶稣甲讲你来。假使是你，迄个时阵彼得的焦点放伫主，对无？30节的时阵，只因见风甚大，伊的焦点放伫倒位？放伫伊的困难，放伫伊目睭所看的风甲影。有放伫耶稣基督身悬无？无。当伊落去伫水内底，迄个大风影的中间的时阵，伊失去信心啊！伊乌白看无，搁看主。伊若准看主，搁牵着主的手的时阵，我相信伊袂沉落去。咱安怎证明？30节的上落尾，伊讲主啊，救我！彼得敢有掩饰？无啦吼。主啊，救我！当咱的焦点、信心的焦点放伫主，咱就会得救。当咱的焦点放伫困难，迄个时阵咱袂记得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彼得就是安尼吼，这是伊上大的问题，伊上大的问题。伫即个记载内底，伫即个行行的中间的个别，咱知影今仔日的。即个经文33节所咧甲咱讲，所有的学生拢跪落来拜耶稣，然后就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伫咱几个角度来看啦，拄则牧师讲有两个无共款的风影的记载。第一个是伫风影1啦，我讲风影1啦，就是马太福音第8章22节到27节。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到41节，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这是咱讲的强观福音、共观福音，拢总有记载这段的记录，就是耶稣甲学生伫船顶，我用经文互咱看啦吼。我用经文互咱看，咱看见耶稣甲门徒伫船顶，耶稣伫困。耶稣伫困，当拄着风影，这是忽然间起的暴风的时阵，伊就开始伫遐喊：主啊，救我啊！你要无命啊！这个时阵嘛是信心的问题啦耶稣伫困，有当时咱会感觉讲上帝伫困。第4世界大战的时阵，以色列人感觉上帝无伫咧啊！因甚至有一个神学叫做上帝死啊！咱真侪时阵认为上帝无甲咱伫地，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是讲，耶稣就算伫困，耶稣有甲因做伙有无？当然是有甲因做伙啊。但是因犹原共款，因的目睭无看到耶稣伫身躯边，因看到啥？因看到风影伫遐咧吹。所以因才会喊讲：主啊，救我！你要无命啊！但是伫即段的记载也好，也是伫今仔日咱读的经文也好，因有一个真可取的所在，因会晓喊啥？主啊，救我！彼得嘛是安尼喊啦所以伫即段的记载中间，咱看见耶稣来骂风甲影。然后风甲影就大大平静，因就虽然因无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但是上落尾即句话，基本上就一直咧思考到底耶稣的身份是啥？伫迄个真正拄着艰难的时阵，咱爱会晓去消找，拄着困难的时阵，爱会晓去消找。这是伫学生所留互咱较好的典范伫即个所在。第二个就是咱今仔日所看到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耶稣基督行伫水面顶悬，然后门徒看到就惊。你知影，对于耶稣学生的角度，耶稣毋是简单人子，毋是简单先生尔。伫即段的经文，拄则吴牧师娘带咱读的经文。内底有一句话足重要，讲啥？因看到耶稣行伫水面上，因安怎讲？
是怪物啦，是鬼啦，吼，中文伊是翻译做鬼啊，吼。所以因对耶稣到底真正身份是啥物？因真正无解了解。而且咱看见讲，耶稣行伫水面上的时阵，即个彼得甲讲：主啊，若是你，我嘛要行伫即个水面上。若是主愿意，咱会通得到主互咱的气力，我想这无问题。耶稣找紧12个门徒，找紧70个门徒出去的时阵，嘛是想事伊有权柄，互因会当医病来赶鬼。我想这伫信仰顶悬的认识拢无问题，但是问题是讲，咱的信心的程度到伫叨落。咱伫看伫彼得落去行伫水面的时阵，伊目睭足看到困难，就是迄个风甲影，然后伊就沉落去。这是较可惜的所在。但是咱看见伊会晓来求救，讲主啊，救我。所以当因上船了后，所有的学生拢跪咧拜耶稣，然后就讲出今仔日迄个咱的主题：上帝的囝，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另外，伫咱所看到马太16章的所在，咱看见耶稣带领门徒去到伫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了后，问因讲：人讲我是啥物人？然后佮问讲：恁讲我是啥物人？即中间有一个门徒，共款是彼得，伊来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尾啊，耶稣讲一句话。讲彼得，你讲得真对，但是迄是爸对顶悬来启示你的，毋是你家己的话。意思是讲，门徒跟对耶稣将近3年的时间，因也毋知影耶稣真正是上帝的囝。我想这是互咱真大的提醒吼，特别是对咱做基督徒，无论咱伫军队住偌久的这中间。咱真有可能，当咱拄着真大的困难，看到迄个风甲影的时阵，咱就袂记即主是真正是上帝的囝。我想这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啦吼。伫迄个行行的中间，经历着了后，咱才有法度真正去了解、体会着讲，主真正是我的主，是上帝的囝。伫即个所在。咱来看讲，耶稣带因去到伫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阵，咱知影，即个下骹是一个水泉出来的所在。当初世人认为迄是一个阴间的势力，然后耶稣伫遮就是调工要爱问因，讲恁认为我是啥物人？爱互因会通去告别家己的信仰。伫咱面对阴间，也是讲咱用安尼来比如讲，咱拄着困难的中间的时阵，咱认为耶稣，也是讲咱认为咱所相信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是啥物？这是一个圣经内底的 story， 也是主真正是上帝的囝，是我的主，是我的帮赞。我想这是。互咱来做足深的思考，特别咱即摆咧面对即个真困难的情形的下面，伫圣经内底讲真侪上帝的囝。福音书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后，安尼甲咱提醒着吼。路加福音开始嘛是咧讲着遮个概念，牧师嘛有讲着路加福音的家谱，你若将所有的人物拢总摕掉了后。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咱当然，连伊做礼拜刷，你会当试看觅下，读迄段即个家谱吼，甲中的人物拢摕走吼，你会看到耶稣是上帝的囝。伫约翰福音，拄则牧师嘛提着讲，伊虽然咧讲着道成肉身，但是咱若对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4节啊，真完整去甲斟酌去甲看。伊伫咧强调耶稣是主的独生囝，伊嘛是上帝本身。讲道起初有道，道甲上帝
三角地带，道佫真肉身，所以伊咧讲一个真道源的耶稣的身份，真道源耶稣的身份。伊圣经甲咱讲真济，为什么要讲耶稣真正是上帝的囝？对咱的信仰到底有甚物款的帮助？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到31节，耶稣伫门徒面头前行真济的神迹，无记载伫即个所在吼，即约翰福音的记载。但是记者的代志是要爱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互恁并且互恁来相信伊，就会通因为伊来得到生命，因为伊的名来得到生命。伊的名是啥？基督，Christos 基督。这个代表是上帝所差遣的弥赛亚。这里以赛亚书就已经有预言，互咱赏赐互咱的拯救。所以后壁咧讲，恁要因为伊的名来得到生命。约翰福音其实讲真济即种的概念，包括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咱真熟的经文。拢咧甲咱讲，咱若相信伊诶人，就要得救，袂拄着死亡吼。再来另外就是，倒来咱定定咧讲诶主题，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咱就成做上帝诶儿女。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既若接纳伊诶信伊诶名诶人，就使因宽并做上帝诶儿女。这约翰福音其实讲真济安尼的角度啦，讲真济安尼的角度。耶稣真正是上帝的囝，咱毋通亲像门徒去拄着大风涌真困难的时阵，咱才有即种的体会。咱伫圣经看真济安尼的记载，咱也听真济人伫生命中间的见证。这个主，但毋是门徒的主，嘛毋是保罗的主。今仔日这个主是要成做咱本身家己的主。所以，耶稣基督教是咱迄个祈祷文，就已经真清楚啊。咱借着相信伊来向上帝祈祷的人，拢有迄个宽便来称上帝是阿爸爸。因为安尼，上帝赏赐咱宽便做伊的儿女，咱若要借着咱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成做咱本身的基督来帮助咱。特别是咱即摆咧拄着遮尔大的艰难，无论是经济上啦无论是即个心灵顶悬啦甚至是肉体顶悬的病啊全世界咱看遐尼济人得着病。遮尼济人因为破病来死亡，佮遐尼济人因为安尼咧着磨、咧服侍、咧做医护、咧照顾的即中间，咱有真大的恐慌伫咱的心内底啦我想惊是好啦惊是一个真好的代志，会通互咱来谨慎来预防。但是惊袂通替咱解决问题，咱需要亲像门徒共款。伫迄个惊吓的中间，去体认耶稣基督真正是上帝囝，是咱的救主、原主，保守咱。咱做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做阮所有的人的救赎。借着伊的牺牲，你互阮囝仔相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要得到永生。主求你来帮助阮，特别是当阮在面对即个全世界有史以来上严重的疫情的时阵，互阮伫即个困难的中间无论呢，互阮愿意相信，才着相信，要来互阮有信心来面对阮所拄着的艰难。主求你来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是阮的心灵。阮需要主你的平安甲阮相伴，因为主你是阮的主，你是赐平安的，你是保守的，你是看顾的，你嘛是医治的主。阮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
也是伫每一个拢拄着困难，拢咧破病这中间的人，每一个伫第一线伫服侍的人，拢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你也平常做因每一个人的救主。我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接咱来吟圣诗271首，愿我会行甲主那活，愿我哪行甲主171首， 271。愿我哪行甲主哪活。享受平安日子，受了极其甜蜜。现今只有苦痛空虚，世间徘徊相思。对你做为亲属，只有万敬拜你。来，这碟咱来奉献吼，奉献的顺序就是照所写请咱来奉献的吟诗圣诗306首第4节。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若想到你的恩，甲你的伟大，阮哪想哪感谢。主啊，你时常互阮经过，体验到你实在是上帝的囝。无论伫阮快乐的时，无论伫阮悲伤的时，无论伫阮惊吓的时，主啊，你时常伫阮的内面，互阮通靠。主啊，阮深深体验到即阵。你是上帝的囝，你伫阮的边啊，时常咧帮助阮，阮感谢你。今仔日，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用少年袂当来，兼采有代志，兼采病痛，兼采心神软弱，
主体注意着主啊，你拢甲伊三甲之地坚固因，互因体验着主，你实在是上帝的囝。阮奉献但不伫你的面前，用处拢照你的旨意。阮来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即个报告。好，来共款吼，咱需要继续来保守咱的身体啦吼。这个喙咱爱随时挂咧吼，保持人甲人的距离啦吼。咱为着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大岛啦吼，特别是伫 ICU 的 COVID unit 医护人员吼。我会安尼就是讲，即礼拜拄仔有一位即个所熟悉的姊妹，伊就是伫即个 COVID unit 咧上班啦吼，伊就咧讲真忝啊！我看伊规个面安尼真辛苦吼，目睭拢红的，因为吼，伊若一上班拢上10几点钟吼，连续上3工，这喙暗拢挂安尼啦，所以拢呼吸拢对遮起所以因的目睭拢红的安尼吼，虽然做3工休4工吼，无法度补过来安尼，因就咧讲着，因内底有真侪人拢去检验着，是讲，比如讲第一线伫检验讲有对也无对，才迄组人吼去接触着2个到落尾去确诊的人，所以迄8个拢去用叫转去厝里休困，拢袂当上班，因为因有可能会得，所以因真正辛苦啦吼，咱为着因来祈祷啦吼。咱为着周牧师因咧搬厝吼，咧维修的这中间吼，迄一工讲安尼咧漏水，咱也为着因这有侪代志，直直直，咱也为着伊来祈祷吼，上帝互因有够个体力来做遮个代志吼。共款若是讲咱的网络的礼拜一期甲政府若有开放，咱才会当倒转去伫礼拜堂组织啦吼，伫前礼拜佫看者消息讲，有个教会佫继续咧组织的时阵，已经去用警告，佫用罚钱，佫来着讲，若要佫安尼吼，就会断水断电吼。所以即抗战，咱就是维持即个网络的礼拜吼。咱的奉献，请咱写支票写互 CFO， 然后是要寄互教会，寄去教会，还是要寄去伫即个主会长老遐，拢会使吼。咱的财务是委托因伫处理，所以原则上是伊甲牧师拢会去礼拜堂小顺者，所以你若要寄2位，拢会当寄安尼啦吼。好，过来拜5阴暗，咱开始查考提多书咱的即个甲代书已经查完了吼，今日14号开始，咱要查考提多书，提多书拢总只有3章吼。牧师会佫去决定看后壁要查考啥物吼，咱会继续伫拜5的查经。好，前礼拜会出席21人吼，网络查经11人，即个奉献我无写着吼，570块款。后主日的即个讲道的资料伫遮啦吼，互咱的即个周报内底第一条信息无改着吼，伫遮。是改做317首安尼吼，大家讲一下，知一下吼。后礼拜的服侍者是伫下面，主会长老来聚会事情是平平姐吼。好，来金句来牧师娘。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是诗篇85篇90第90。伊的救恩实在分伫囝为伊的人。互阳光点伫咱的经内搁一摆，伊的救恩实在近我见。伊的人，互阳光点伫咱的经内，诗篇85篇第90。第90。请咱来用天下万般万国万民508首来上言。第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
好，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比听阮的上帝，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谦卑祈祷，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当阮咧面对即个真大的困境的时阵，咧面对即个严重的疫情的时，主，阮需要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地，愿主你的圣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甲阮三甲伫地，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好，咱会当开始开咱的 audio 吼。Hello, everyone. Hello, 人转来伫迄落。无啥，嘿，丹尼叔平安。平安平安。我看到咱都好势无？我转来啊，我看到恁舞啊。王氏农场。看电话就是我尔啊，然后看来咧舞。啊，当时要搁去啊？唔知。都转来啊！你个咧甲问讲当时要去？我若冲电冲到有迄个有100趴时阵，我就搁去啊。就搁去啊。恁兜有电无？阮有迄个，恁兜有电无？阮有迄个220个，你要来抢220个？接啥？无啊220你的影咧。我有去另外一台车名 computer。我的卡无电啊啦，所以用另外一台啦。要练练嘛。话无影。啊？哎呀，无影，我去啦。讲话无影，当影挂上拢无啊。嘿啦，文化影是今仔日啦。庄稼鱼。袂开。隐形人啦，隐形人哦。他们赶快拿去啦。对。哎呀，David 甲迄个Vicky 走无去啊，是去咧客好康的哦。要来啥？哇！这啥？中啊！迄个，当年都无看影。恁水管修理好势袂？周牧师啦。水先切掉。即马水拢坏掉，对。水管规个拢换去啊。爸，你若迄个 promise 问题吼，千万毋通叫中国人，爱叫迄个美国人，应该就是迄排水排水管，迄个费吼，有叫一个中国人来修理，结果伊知影位中切起来到一个新的管，顶头迄梯啊，伊拢无。结果即马是顶头遐烂，铁管烂去就对啦。接头咧，接头中国人的意思是讲吼，人叫我成水个全部个，伊当把你剪断啦。无啦，伊咧换应该就是规支含迄个顶头
顶头迄安尼迄地吼，迄较歹换，应该后迄地拢总爱换落来。结果伊就投机取巧，伊敢若切中即节安尼切的，啊，搁爱摕一个管安尼甲套住安尼。结果即届就是顶头迄节换去结贵啊，了后啊拢毋知。我做中国人啊，真害。安尼买你的厝，较有福气，拢修理好啊。你拢可以修理好。是啊，啊嘛是咱修理好人啊，对无？这水讲吼，伊要搬的厝啦，毋是伊即马搬的厝。我就是讲伊即马搬的厝。这水讲有时啊，你接这段的时接无好，啊，结果在接的时讲来讲去，啊，别个所在咋个换去，搁冷去，定安尼啊。就是啊，我就是迄个地换地毯要换迄个木板嘛吼，啊，就咧换木板，啊，就点仔讲啊大声细声，啊，迄个水管，迄个顶头迄节的水管已经老化去，拢好去啊啦，啊，因为受不了伊点仔咧讲，对，咱撇去安尼啦。时常安尼，我阮兜已经几人讲这段啊，别段哪着去，歹去啊，到外口无偌久，伊个别段搁咧流啊，有够麻烦的。恁孙呢？恁孙呢？阮孙领导啦。你也无带阮兜啦。无带回来。免啦。啊，陈律师啊，恁兜的任务咧？了啊吗？什么剩4粒吧？剩4粒。唔知4粒会老无？有啊，我告诉你，我讲会掉。啊，那个狗袂使有鸟仔食去哦。泡蛋。你还袂食着是个叫碰触啊，是叫鸟仔食去啊？对啊。那包起来无？那个包起来，那个透明的迄个。我来甲把迄个摕，拿迄个水果，包个水果，迄有迄甲覆起较好，鸟啊较袂食。这上后面哦，后面因迄电脑要敲较，你迄电脑台敲较向下骹。无啦，后面你看袂到啦，你若看到后面就奇怪啊。我无输你话啦。我直接啦，我输啦。哎呀啦，有老啦，所以那无电啊。哦，什么人无电？后面电脑无电啊。哦，这无去啊。后面现在 iPad 无电啦。来阮兜冲了。你感觉我喜？你都唔讲，你做你来，你若来吼，中间我请伊来去迄款天堂村食饭。我嘛要来充电。袂当去食啦。伫 parking lot。对，无啦，咱去 order 啊，摕起来滚啊，来加拢来交啊。伊迄个啥物？即马足侪餐厅伫 parking lot 伫排队呢。迄个我讲天堂村的迄个梅干菜扣肉足好食。30万哦，足贵啊，足厚。对。啊，你使输赢。无你摕来咱教会头前订啊，请阮食啦。哦，袂歹哦。你个教会。后礼拜去个大秤多，你甲传几倒啦，我上去遐食。笨豆会使。迄我有件大菜。自进主厨吼，咱办到。无问题啦。无问题啊。无问题。钱我请出来。天堂村的迄好食，迄个小猪脚足好食。拢要讲食，你巴肚枵啊哟。对啊，巴肚枵咧，要搁几分就12点啊！你逐礼拜拢嘛是这时阵在咧枵啊？我早起5点就食饭啊，6点就食饭。哎，怎么？枵啦。6点食饭，我7点就出门啊。运动。讲。迄奇怪，这礼拜讲人我足少。你去跳广场舞，旁边打。我打倒有啦。吼，阮咧公园本来有跳广场舞，大概叫警察赶的款，所以即摆拢无啊。广场舞人是伤济嘛，哦，啊因个滚啊吼，
保持距离啦。无啦，最主要恁遐东门人太济了呀。对啊。祝英节好无？好，平安，大家好。嘿。啊。孙仔嘞？孙仔今仔日无来啊。啊。礼拜你免讲。礼拜你休困。我以前嘛是拢礼拜休困。啊，你即摆毋是伫某最北个咧休困吗？对啊，即摆拢休困，即摆拢休困。你即摆无去恁查某囝遐？无，即摆无去。伊去啊，就叫人关起来啊，路无自由咧。有啊，你讲你遐五自投罗网。自投罗网。不像你来，为哪你确定都你自投罗网啊？没